以往过年贺岁片总是国片大放异彩的时候，但今年却有些暗淡，抢攻贺岁档期的国片只有3部，《大三元》、邯郸和疯狂电视台。相比大陆今年有10部贺岁档，台湾电影圈的过年气氛似乎缩水了。电影大三元，人生麻将，麻将人生，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。用麻将讲述人生哲理。电影大三元找来张轩瑞、Ella 陈嘉桦主演，还有超多大咖助阵，抢攻贺岁档期。但没想到 Ella 竟然不太会打麻将。电影大三元，我人生打麻将次数是用10只手指头，我每次都讲错，我每次回答这一题都这样，10只手指头数得出来的。然后我第一次接触麻将是五专的时候，今年国片贺岁档期，除了有超应景的麻将题材之外，其实其他2部也都跳脱以往的贺岁类型。疯狂电视台，我们电视人，不管是演戏、唱歌、跳舞、搞笑、导播、灯光、剪接，18般武艺要样样精通。互相化妆、做道具，还要写脚本跟演出。没有经费的电视台，只有2名员工要支撑24小时的营运，以幽默诙谐方式讲述现今台湾电视圈。还有郑人硕和胡宇威主演的《邯郸》。邯郸，阿义，你为什么要出卖我？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描述台东特有的元宵文化习俗。炸邯郸，首度搬上大荧幕，片中有爱情也有兄弟情。往年贺岁国片至少都有5部，今年只有3部。反观大陆，新喜剧之王，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我有，你永远都没有，永远是多远啊？疯狂的外星人被谁绑架啦？外星人不许说外号，正宗外星人会法术的周星驰睽违20年重拍经典《新喜剧之王》，以及黄渤主演的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。更加入了科幻元素，徐峥在片中饰演外星人，光是组合就是票房保证。另外还有沈腾主演的《飞驰人生》等10部片。大陆的贺岁片气氛足，市场相对好，台陆两地都以本土元素为题材，企图吸引观众进戏院。